来乡亲继续来看今年大学招生第一阶段的个人申请分发，讲有袂少的学校，这个学生是招无满，还佫欠10294个学生，比去年加出4029个人。啊，第一阶段招无满的额度会留到第二阶段的大学考试继续来招生。安尼甲算算咧，第二阶段招生的名额超过35000个。问题是，报要参加考试的考生者29000人，这个招生的名额比考生要搁较侪，方形容是大欠额的时代。我在读大同，我可以选电机，我可以选机械，我可以选资讯。一出去这么多工作可以做，所有的学生都去台积电了，怎么会有人没有工作呢？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毕业生都是整车子就再去台积电，有的才做3年就喊到9万，所以就没有人要来当老师啊，因为老师才9万。莫干那顾民主无看出路，干那看学校无看科系。校长希望选择大同大海囡仔嘛会当有自卡车，不过真侪私立学校爱面对招生人数招袂满。尤其今年个人申请有10294个名额，比去年加4029个，名额佫登去到分科考试，考试分发招生名额超过35000个，不过考试的人干那29000人，加上学费无法度起，品质佫较歹提升。所以我们大同有多久没有反映学费了？没有调涨学费？哦，我不知道哎，不可，没有印象，大概16年了吧。现在已经是最低工资是25250吧，涨了60% 的最低工资，可是学费几乎是没有涨的。那10万块进来，75000块其实已经给了老师当薪水了，25000块也都给了行政人员了，所以事实上是没有钱了。所以这个品质能够做到多好，其实是有疑问。尤其今年是好年，受少子化冲击，教育团体烦恼，7年了后可能有6000位大学教师失业，教育部应该计划外。如果私校真的没有办法继续办学，就要赶快让他退场。一个公校的名额会扩张，然后呢又没有管控这个招生的名额。优质的一个私立大专也没有办法比较好的生存发展。挡袂落的私立学校退场的速度，阁亲像落嚟。大学的未来，凡是等袂到好年的好好成风，大家都爱承认西北风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